台南市立图书馆永康新总馆门口挂了一张15米高的圣诞树。图书馆为了迎接圣诞节，周边设置超过150张圣诞树。那这次他们是打造了一片的森林，那总共有分作4大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就是有一棵金色的圣诞树，那高达有15米。光里面的灯饰的装置就大概有2万棵，所以是一棵非常巨大的一个圣诞树。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冰雪的森林专区，那整个圣诞树感觉起来就是上面已经飘有这些所谓的雪，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特别，跟一般的圣诞树的装置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。另外还有一个圣诞的迷宫，那有120公尺的圣诞迷宫，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穿梭、那玩耍、探索。那另外就还有一个缤纷的森林，那缤纷的这个耶诞树的森林里面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灯饰啦，或是节庆的这些装置，让那一个区域感觉非常非常的缤纷。台南市立图书馆也将伫12月10号暗时6点举办点灯仪式，同时邀请国小以及台南管乐团组成400人的大乐队，演奏圣诞节庆音乐。后续也会伫12月17、24日暗时也会办理圣诞音乐会，邀请各位大小朋友来感受相当无同款的圣诞节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